創世記74章，當暗拿比作西拿王，阿略作以拉撒王，基太羅馬作以蘭王，提他作可人王的時候，第二節，他們都攻打所多瑪王、比拉、俄摩拉王、比沙、押瑪王、西納、西片王、散利撇和比拉王。比拉就是所尼。第三節，這五王都在士甸谷會合，士甸谷就是人海。第四節，他們已經侍奉加太羅馬12年，多13年就背叛了。第五節，14年，基太羅馬和同盟的王都來在亞鐵列迦年殺敗了利非因人，在哈馬殺了蘇斯人，在拉米基列田殺了以米人。第六節，在何利人的是以山殺了何利人，以切殺到靠近曠野的以勒巴蘭。第七節，他們回到安密巴，就是加地斯殺敗了亞瑪力人全體的人，以及住在哈斯羅、哈斯順他媽的亞摩利人。第八節，以是所多瑪王、俄摩拉王、押瑪王、西片王和比拉王。比拉就是所尼都出來，在士但谷敗遷與他們交戰。第九節，就是以蘭王、基太羅馬、可人王、提塔西拿王、安比勒、以拉撒王、阿略交戰，乃是四王與五王交戰。第十節，士但谷要去到殺切項。所多瑪王和俄摩拉王逃跑，要丟在曠裡的，其餘的人都往山上逃跑。第12節，四王就把所多瑪和俄摩拉所有的財物，並一切的糧食都擄掠去了。12節，要把亞伯蘭的妻子以羅德和羅德的財物掠去了。當時羅德進出差所多瑪，有一家人逃出來，告訴希伯來人亞伯蘭進出差亞摩利人曼利的上書那裡，曼利婆以色谷偏亞乃都係弟兄前與亞伯蘭聯盟，亞伯蘭行將他妻兒披露去，就率領他家裡神用的金鏈裝訂。328人是最多，但偏在一件自己同僕人反對殺敗鐵人，要最多太馬石左邊的河壩。16節，把毗路列的一切財物脫皮來，讓他妻兒羅德和他的財物以及僕人也都脫皮來。第17節，亞伯蘭殺害基太羅馬和與他同盟的王回來的時候，所多瑪王出來，在沙米谷迎接他。沙米谷就是王谷，耶撒冷王馬基舍列要帶出餅和酒出來迎接他，知過上帝的指示，他為亞伯蘭祝福說：因天地的主，知過的上帝賜福給亞伯蘭。知覺的上帝，第20節，知覺的上帝把鐵人交在你手裡，是應當虔誠的。亞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10本之一來給馬基斯德。22節，所多瑪王對亞伯蘭說：你把人交給我，財物你自己拿去吧。22節，亞伯蘭對所多瑪王說：我已經向全體的主，知覺的上帝耶和華起誓。23節，凡是你的東西，就係一件線，一件鞋帶，我都不拿去，免得你說我是亞伯蘭夫主。24節，只要僕人所切的，偏與我同行的亞乃，以色國曼利所應得的份，可以應憑他們拿去。